今次健仔介紹一隻免打拆除刺忌防水材料俾你，慳錢慳時間，操作輕鬆簡易。YH Repair Crystal 02透明聚料防水料，專供香港廚廁地面牆身滲水工程使用。1. 施工前預備好所需工具，如掃把、鞋套、熱風槍、抹布等。2. 機面處理，清潔表面，確保無塵無污垢，且保持乾燥。若表面有鬆散、起浮情況，需先修補填平。用膠袋包裹座廁，並密封好去水位。3. 施工過程，牆身塗刷高度不少於30厘米。建議施工前1至2天，用熱風槍或抽濕機抽乾室內水分。打開蓋，將 A 料與 B 料混合攪拌1分鐘，靜置30秒後再攪拌1分鐘。調配後需於20分鐘內完成施工。施工順序：先塗牆身，後塗地面。去水位及座廁，周邊需重複多塗數次。4. 後期維護。施工後做好現場圍封，保持空氣流通。24小時後即可正常使用廚廁。重要提示： 1. 機面徹底乾透。 2. 先塗牆身，後塗地面，順序施工。 3. A、B 料按比例充分攪勻。揾高見，一站式防水維修物料就係咁簡單。